伫台东市的建和部落山区海拔370公尺的所在，又搁出现台湾乌熊。台东林管处嘛接到农民的通报，讲因饲芳的芳仔箱连续3天拢互乌熊破坏。林管处去装红外线的翕相机，有翕到一只乌熊。因为发现乌熊的地点离林家厝只有3公里的距离，是真远近，嘛互民众真惊吓。互乌熊耍长的芳笼已经撤离饲芳的台东市建和里山区，山坡顶悬还佫有去乌熊耍长的芳箱，还佫有芳寿，走出的芳嘛伫个即个树仔顶定身来做收。台东林管处为着要来确认乌熊出现，佫伫个山区斗野生动物红外线的翕相机，结果真正去翕到一只乌熊，而且是一只熊豚仔。确实是台湾黑熊破坏了蜂箱。那经过兽医师判断，这一只台湾黑熊是一只亚成熊的个体。目前性别的部分是无法判断。台东林管处随伫个山区附近的产业道路设立告示牌啊，提醒民众都要较张持咧，并且到附近的住家来宣导，提供防熊喷雾。这边乌熊出现的地点伫个浅山的海拔干那370公尺的台东市山区。民众讲，这离山口的建和部落干那3公里，烦恼讲乌熊会走入去厝内。用自保，用就看你们不要上。免咱解决有无？看是要我都掠较深山野放无，嘿啊。台东林管处表示讲，这乌熊生态的救护方案会发主动通报的奖励金，并且煞咧伫个山区来到红外线翕相机来监控乌熊。便若是有发现到乌熊走入去民家厝，就会甲赶走。嘛提醒民众毋通甲喷来放伫个户外，也是讲果园内底，安尼会生乌熊来食。乌熊是安怎会走来伫个即个低海拔的山区？这都要搁请专家来做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